新傳媒 Capital 958城市頻道，現在係由登明報告新聞。黃循財總理表示，各社群之間嘅凝聚力同團結精神，將有助於我國長期持續繁榮。總理在新成立嘅回教教師與領袖志願者網絡嘅啟動儀式上話，每個社群在我國都有一席之地。不同群體之間嘅互信必須代代相傳，社會至能夠不斷進步。本地最大公共醫療集團新寶集團今年為總統挑戰籌得141萬元，係集團自2004年起之前呢項活動以嚟所籌得嘅最高金額。今年嘅新寶集團籌款活動由慶祝成立90週年嘅樟宜綜合醫院領頭，活動包括募捐行動、慈善義賣等。集團旗下13家機構嘅38000個職員參與咗今年嘅籌款活動。全恩社會服務在盛港推出新嘅綜合服務中心，提供青少年、年長人士支持以及心理健康等一站式服務。新中心位於河谷通道第193座總屋底層，係全恩第一家提供一站式多元服務嘅中心。上大萬總統為中心主持開幕。新中心嘅面積比其他原有嘅服務中心大至少2倍，預計每年能夠服務大約1500個人。為期1個星期嘅全國歡慶樂齡活動登場，預計今年吸引超過1萬個樂齡人士參與，係活動自2022年推出以嚟規模最大嘅一次。大約3000個樂齡人士齊聚但賓尼天地，參與第4屆全國歡慶樂齡活動。副總理顏金用為活動主持開幕。本地推出第一個專為殘障人士而設嘅水上安全計劃，提供800堂免費嘅基礎游泳課程，俾更多殘障人士參與游泳活動。呢個由新加坡殘障體育理事會同華僑銀行合作推出嘅試點計劃，希望在未來1年內能夠俾100個人受惠。新加坡體育理事會嘅調查顯示，唔到一半嘅殘障人士會定期運動，比一般民眾嘅大約80%嚟得低。我國殘奧7金得主葉品秀琴日舉行婚禮，正式成為人妻，亦係馬林百列布萊德嶺集選區議員嘅國會議長謝建平在社交媒體貼文，祝福葉品秀同丈夫步入人生嘅下一個階段。新聞報告完啦。